位於大埔廣福村嘅廣成麵家係一間有自家手製潮州魚蛋嘅粉麵鋪頭，亦都係一間充滿咗香港懷舊特色嘅冬菇亭食店。喺咁多年裏面，廣成憑住深受街坊歡迎嘅手打魚蛋、自製雲吞，喺區內已經屹立咗31年。呢度我哋85年開嘅，我老豆開嘅，咁2000年係正式俾我做，係啦，咁全部我打理，咁做到而家。但直到今日，因為牌照等等嘅問題，迫於無奈而停業。都知道走咗就冇咗個牌，佢冇呢個小販牌照申請。廣成只係其中一個例子，有唔少嘅冬菇亭亦因為遇到牌照嘅問題而結業。冬菇亭喺70年代隨住公屋村嘅建成而出現，而最早嘅冬菇亭就係喺1974年於何文田愛民村建成。當時房屋署以公開投標嘅形式，俾有興趣嘅人士去競投。4間店鋪合租一個冬菇亭，簡稱一亭4檔。冬菇亭嘅頂部中間有一個拱形嘅排氣口，用途係俾亭內嘅熱空氣集中上升再排走，同時引入冷空氣。由於排氣口嘅外形好似冬菇咁，所以好多人都會叫佢做冬菇亭。不過喺冬菇亭被領展收購之後，領展推翻新嘅計劃，所以早期嘅一亭4檔嘅租用形式已經變成咗一亭1檔。房署年代嘅管理方法太過寬鬆，所有嘅商戶隨時都可以叫佢申請減租。你睇下領展有冇得俾你減租？明嘅嗰個處理手法啊，佢會淘汰咗一啲冇競爭力嘅人。當好多人都話好似冬菇亭呢啲擁有香港傳統特色嘅食店被淘汰嘅原因，往往都係因為時代變遷嘅時候。其實冬菇亭而家面對住最大嘅困難就係發牌制度同地產霸權嘅問題。喺呢啲困難之下，冬菇亭只有2條路可以選擇。就好似愛民村名利粥品就選擇咗第一條路，老闆決定結束呢一檔生意。老闆李松慶喺呢度做咗30幾年，喺2008開始就免費派粥俾長者，所以佢有愛心老闆之稱。但店鋪將會營業到今年9月底就會結束，因為業主領展對佢哋鋪頭合約開出咗一啲要求。而佢又認為呢啲要求唔太合理，所以就決定唔再續約。即係最簡單，咁整個天花休息15日咁樣，喂分2次喎，一次5日喎，一次10日喎，停10日工係做咗4日嘅嘢喎，4日係做咗6個鐘頭嘅嘢喎，俗語所謂玩嘢咯。我哋香港政府全部樣樣上軌道有規管㗎嘛。一間清潔公司，咩叫清潔啊？清你個口袋啊嘛，潔淨你個荷包啊嘛。除咗同業主領展嘅理念唔太一致，而令老闆有結束營業嘅決定。另一方面，佢覺得因為政府喺呢一方面嘅配套措施政策唔太完善，所以令佢覺得有唔少同行因為咁樣而選擇同一條路。係政策影響。其實喺歐洲啊，喺日本啊，呢個好多有傳統嘅小商店啊、小商戶啊，甚至乎日頭係一個好繁盛嘅商業區，即係好似中環咁樣嘅商業區，人哋夜晚都可以容忍到嗰啲小販喺度擺賣嘅。咁我哋點解唔可以向呢個方向向人哋學習呢？
其實我就會屬於嗰個美食車嘅，就啱我我嘅興趣咯。因為我現時喺紅磡喺旺角咁其實咧我亦都想喺例如喺果欄廣華醫院嘅門診排隊嗰啲我可以服務嗰啲需要嘅人。愛民村嘅老闆就選擇咗結束營業呢一條路，而一間位於黃大仙嘅冬菇亭，呢度嘅老闆就接受咗領展嘅裝修要求，選擇繼續經營呢一條路。係好矛盾，我係想去重建改善個環境會好啲，但係亦都想保留翻原有嗰個風味。最和利就係第一間喺領展管理之下改建嘅冬菇亭。當時07年，領展想拆黃大仙正德街嘅熟食冬菇亭，老細就揾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幫手，以保留飲食文化為理由，希望保護冬菇亭嘅文化。最後獲得保留，但被領展要求要同隔離店鋪合併同埋改建，共同經營一檔。改建之後，仲獲得領展所頒發3個嘅冬菇亭活化工程大獎。當初嗰段時間咧，佢哋嗰啲高層咧都啲條件同埋啲嘢咧，其實我哋嚟計，即係以大排檔嚟計啦，我哋都幾時都好困難嘅。咁佢哋要我哋裝修嗰啲物料同埋啲嘢咧，即係都比較上係要有牌子啦，同埋係即係譬如咁嗰陣時初嗰陣時用石台，佢都要用我哋指定用區人嗰隻嘛。就住張老闆對領展當時嘅裝修要求嘅說法，我哋都有向領展發過電郵作查詢同求證，但最後領展都對此事冇直接嘅回應。就有佢個乾淨程度嘅，咁就啲撈教啲嘅。咁你話改咗而去咁樣嚟坐，都俾你去喺外邊坐或者咁樣做一個大排檔，咁都 OK 嘅，我都覺得係。食客對於新嘅裝修都有正面嘅回應，但另一方面唔知老闆又點睇呢？我哋始終係大排檔嗰個形式咧，做啲街坊生意，同埋係即係可以講緊係大家食落嚟係平民化啲，同埋你本身如果你太過貴咧，變咗你嗰個冇咗個風味。張老闆用咗大約400萬去裝修鋪頭，去滿足領展嘅要求。同時，而家嘅食材價格不斷咁樣上升，喺面對呢一啲嘅問題之下，老闆都冇刻意增加食物嘅價格。呢個裝修嗰筆費用都好犀利㗎嘛，同埋佢每次裝修都加我哋嘅租金啦，加得好大嘛。咁我哋其實係即係想用翻平啲嘅嘢，但係其實係做唔到。我哋都咁多年都試過，即係每一年我哋都係即係到年尾都係加一次價，都係加1蚊。但係咧，我哋係一路咁樣去領匯每3年都會加一次租，咁佢加個幅度又好大。係比較經濟少少咯，同埋方便少少。雖然喺接受改建之下，食物價格同環境衛生都冇好大嘅影響，但張老闆就認為活化裝修會影響咗冬菇亭大排檔嘅原有特色。其實我哋呢個大排檔，我哋本身做嗰個感覺係好地道街坊嗰個風味嚟嘅，即係每個人落到嚟好簡單，你就算邊個人咁同你傾偈有陣時我哋都會即係有陣時會多口要搭下嗲嘅。咁其實佢嗰種感覺係好街坊式嗰個感覺嚟㗎嘛，經過埋嚟個個都係咁傾㗎啦，風花雪月。咁其實大家都係落嚟食嘢就係開心舒緩下自己個壓力㗎嘛。咁佢如果領匯一路咁樣做落去咧，其實你冇咗嗰個地方去叫做發泄或者係娛樂下咯。有唔少嘅冬菇亭老闆同廣成麵街一樣，佢哋都係面臨抉擇嘅問題。喺冬菇亭被領展收購之後，佢哋嘅出路彷彿只剩返2條路。一就係付予龐大嘅裝修費，2就係結束營業。佢哋又會點樣選擇呢？